田径四十杯，田道聪，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欢迎的书助理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先生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非常欢喜今日在咱台湾书店多数的公主，咱书书是阮来阮大家咱前有点公司的变化，所以呢，我有这个机会爱是跟大家正式的交流学习好势呢，必须成叫做为北快啦，为北快啦今仔日呢有这件然后5年前地来相会无闲呢对面不相识我感觉我去新加坡拢来讲这个爱讲的刘大哥，你讲有影呢我做一个比喻啦，你我就讲我是台湾人你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讲较着对不好的对啦，搁互你坐飞机相当你无熟悉啦，也是讲去佚佗相当无熟悉啦，搁来解过就经常就同款，就足亲的就对啦，因为咱的理想同款目标同款方向同款讲法同款思想同款同款为什么？因为咱拜老爹你买那啥去大陆嘛是同款，去迄个啥，迄个中国嘛是同款，所以各位姐妹，咱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言，咱这个人是叫做混言啦，混有混言啦，人有人言啦，咱这个混言不是一世人较近，较近来呢，咱有可能是前世人，还是前3世人，还是前几世人所结落来的因缘。各位姐妹，我讲一个较具体的啦你也看啦咱一贯的伫咱民国38年所有的老先人伫过来咱台湾18期尾嘛这拢咱知你看咱18期尾咱才无去啥，咱一贯的咱才无去法律做的咱才无去普通做的咱才无去啥物基础做的啥物做的咱就啥来这个营地做的你看营地做的30个单位呢咱要讲好老先人最多30个建议你看30个单位咱才无去调一个人遐还是讲迄个护士经理遐还是去倒迄个啥单位咱偏偏伫咱台前真呢，我讲是你看咱伫台前真会足奇怪呢各位你才有来听才来爱心但是咱台前就8点到迄个8单位尔现在迄就是各位前人，咱今仔日你来参房经理过去是有姻缘已经结足好姻缘落来这世跟续缘跟继续安尼有法就参我前经理也是无经理爱去就演嘛是真世人来演这世人就继续所以姻缘批准起来，是这个呢所以这个人你过来说，是你过来轻说，是你过来慢说。我经常讲这说到尾过来慢说。而且呢，你敢知影啦咱若去菜市买菜，特别这个人你若你也遇到啥物人不管你嘛你若你也遇到这个人，爱心几岁？真的呢？是讲你坐飞机是这台飞机的人拢坐做伙，这是几岁？爱是100岁啦，好些呢。这互我是真在讲的，咱有讲一句百世修得同船渡，这句讲你是100岁，你才会参人一只船别人拢无来，偏偏你这几十年坐一只船变过迄平岸，坐一只迄个啥，坐车嘛是同款，坐飞机嘛是同款，你若是100岁，敢有咧姻缘呢？各位姐妹，你知影？是咱今仔日要嫁这个翁，是
你今仔日创这个哦，台湾全是遐济人，敢是安尼？对遐济人，你若无要计划，咱无要创嘛，一定要创这个，也是记这个。各位姐妹，这过去式爱心之前世。是这个呢，有些传说啦，前世修得共福。是讲你是一生世这个人敢会参去困做伙，无你呀，咱若是安那无可能。